为着要来推广台语文化，花市来举办台语主播擂台赛。伫50外个参赛者当中，选出着14个选手来参加初赛，最后阁来选出8位个选手要来拼决赛。这比赛前3名者，毋但有奖金，阁有机会将做花市在地新闻的主播。 台北市立动物园这只猫型婴仔的妹妹，伫出世了后，伫25天，总算是转去着妈妈圆圆的身躯边。为着要庆祝好爷的生日，公庙专工准备100份的鸡肉钱。真侪人中昼食饱，就看到路口开始伫咧落大雨。讲到感情，大家骹尾就冷。花市台语主播擂台赛初赛，14个选手对决表现拢真好，是讲难免嘛会比比喘。 对南部呢是愈换愈天气是愈换愈歹。第一个就是建设的法律条文，民众毋捌来接触过，那是要哪来了解呢？台大检验科的医生黄立明嘛带台大团队研究喷片仔型的疫苗。若是讲有讲假话，甘愿啊胸坎会变细去。 初赛特别邀请出名的作家罗汉秀、向勇，加花市台语主播林玉珍做评审，最后8名选手拍入决赛。前3名有机会成为花市台语新闻主播冠军，有3万块的奖金。若顺利签约过赛，加3万。8月16礼拜是决赛日，下晡2点开始有网络的直播，敬请乡亲时代好朋友准时收看，就看争到最后救什么人第1名。